交换交替的非常的灵活自如啊。对，我们不得不说这个马买提托尔孙琼这名运动员，一个是他的这个刚才你介绍的他的左右手的这个换架，比较快啊，根据他的需要左右手换架。再有就是他这个脚步移动的灵活，还有这个移动的方向有点这个飘忽不定、变化莫测啊。对，所以从出拳还有他的移动，以及他的这个防守，确实给对手以很大的迷惑性。那么在国内69的这个级别当中啊。基本上，马买提托尔孙琼啊，都把这个级别的选手都打过了，而且都有获胜，都赢过，都赢过。这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万金油的选手啊，他不管面对哪种类型的选手，他都能够灵活自如的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。对，有办法，这个都有，应该说都有破敌之策吧。毕竟他这个240多场、230多场这个比赛经验也不是盖的。经过一场一场的历练啊，才能够有这样的丰富的经验的。对任何选手，他都有自己制定的一套这个技战术的安排。作为新疆队的主力选手，擂台上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。但是古瑞查·毕利格这位选手呢，我们从第1回合和第5回合看到他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进攻态势，一直都在冲击这个马买提托尔孙琼。但是他想抓这个马买提托尔孙琼的这个位置还是有一点点难，因为对方这个步伐确实是有一点太高深、太变化莫测了。然后抓到他的时候，马买提托尔孙琼又进行一个这个变相的侧摇啊、摇闪啊，每次都摇闪得很精准，在不停的进攻和防守的转换当中，胡日查·毕利格的重拳没有发挥好更好的优势，他这个距离感啊没有马买提托尔孙琼抓得那么好。马买提托尔孙琼把这个距离控制得很好的。慢动作回放，就是我们看到慢动作里面，胡日查·毕利格就很努力的去试图进行重击，但是马买提托尔孙琼的找不到这个固定的目标，是的，比较困难，因为飘忽不定。对，马买提托尔孙琼，一个是他脚步的灵活，让他的移动变得飘忽不定；再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臂展的先天的绝对优势啊，是的，给对方以一个良好的控制。而且在自己进攻的时候，也能够通过这种距离的控制，把握好自己最佳的出拳距离。没错。现在马买提托尔孙琼又变为一个正架，他在正反架的这个交换过程当中的灵活自如啊。你看，这就是他的臂展的优势。控制住对方，胡日查·毕利格总要从这个中路切进是很难。那么从外线打呢？你看，从这个中路打不到啊，从中间打不到。他这只能对你看这个马买提托尔孙琼，他这个中线打得非常好。是的，后手的大轮摆啊，没有给好一个很好的距离。他这个发力点，就是发力的过程当中力度是够的，但是这就是距离带来的。是的，打不到就打不到火了。对，所以叫做长一寸是强一寸的。是的，一寸长一寸强嘛。哦，漂亮！这次不错，这次是突袭，打得很好。哎，现在马买提托尔孙琼赶紧从这个围绳的角落里面找一个机会出来了，不让对方把自己压制在围绳里面。刚才的这套进攻，胡日查·毕利格打得很奏效。再来一个前手摆，但是距离没控制好。马买提托尔孙琼又马上开始进行一个缠抱啊，把这个对方的节奏给拉缓一下。对，搂抱要分开了，搂抱时间不能过长。现在还是从中路。是的，因为只能从中路的进攻的这个距离是最短的，因为他的臂展不占优势。他侧向的进攻的话，马买提托尔孙琼有更多的反应时间。哎，漂亮！这个压倒了。是的，他在压倒之前是有一个后手是命中的，虽然说打的不是特别的扎实啊，但是实际上的这个点数也是赢得了，在刚才的一轮交换拳的交换过程当中。哎，漂亮！连续的这个直拳，左右手直拳。